大家好，呢一週法庭新聞重點落喺兩宗同國安法有關嘅案件。最轟動嘅一宗係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12被告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名成立後，日前宣判刑期，黎智英被判20年監禁，同案8名被告被判囚6年3月至10年不等。另一宗案件係被通緝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，佢嘅父親郭延新涉嫌協助處理女兒購買嘅保單，被控維護國家安全條例，企圖處理潛逃者財產罪。經審訊之後，罪名成立，押後2月26號判刑裁決。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同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，早前被裁定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多項罪成。黎與同案另8名已認罪，被告上月求情之後，法官日前喺西九龍法院暫代高等法院判刑。黎智英被判20年監禁，其中18年同其他案件刑期分期執行。同案另外8名被告被判囚6年3月至10年不等。法官指兩項勾結罪嘅串謀唔單止經精心策劃，而且早有預謀。黎是各項串謀嘅幕後主腦同推動者，故判黎智英入獄20年。至於其餘被告5名從犯證人，陳子華判囚6年3個月，李宇軒監禁7年3個月，張劍虹、陳佩敏分別判囚6年9個月同7年，楊清奇入獄7年3個月。另認罪嘅羅偉光、林文忠同埋馮偉光各判囚10年。華懋慈善基金2009年同商人陳振聰打官司，爭奪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千億遺產，向澳門經營博彩及借貸公司嘅商人林義雄借款4285萬港元，及後基金爭議款項為林義雄自願捐款，而非借貸對簿公堂。高院喺2023年裁定林義雄勝訴，下令基金連本帶利還款，利息按年息48%計算。基金質疑法定貸款利率上限等議題，提出上訴。高等法院上訴庭日前頒下判決理由書，接納基金提出嘅部分議題可供爭議，故批出終審法院上訴許可。另外，正被警方國安處懸紅100萬通緝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，其父親郭延新涉嫌協助女兒處理購買嘅保單，被控維護國家安全條例，企圖處理潛逃者財產罪。郭延新否認控罪。經審訊之後，日前喺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，押後2月26號判刑裁決。郭延新需還押後判。今次案件係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後首宗引用相關條例起訴嘅案件。宣判日到庭旁聽公眾擠滿整個法庭，另有包括美國、英國、德國等4名外國領事人員到庭聽判。同過去嘅聆訊一樣，郭延新到法庭時會千方百計逃避記者鏡頭。日前宣判審訊結果嘅時候，郭坐的士從迴旋處直接進入法院大樓，避開咗記者嘅拍攝。呢週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，下週再會。